就20块银刷酒抓别人死，提醒店头加收钱，头家煞叫人客就爱酒抓。这人客来到中华这间小食店，点饭菜含20块银的贡丸汤，拢总付95块。因为汤无来，就甲店头讲，头家过来该收20块。民众讲明明都已经付钱啊，头家煞当伊的面吊监视器，佮叫伊就爱酒抓。讲若无付会互车弄，甲人酒惨，实在真超过。害伊气甲规件代志抛上网络，讲后抓袂搁再来啊！你若摕75块我尔吼，你若摕无够互我，你现时叫车弄我。只是食一个饭，店家竟然爱人客来酒抓，而且佫是酒当抓，人客嘛气甲来回呛，讲好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人客事后伫咧网络顶悬铺文，讲来到中华这间小食店食物件已经几落摆，平常时拢是点饭甲小菜，即摆加点一碗20块的贡丸汤，总共95块。伊真正69个10块，甲5个1块，但贡丸汤一直无送来，提醒店家了后，汤来啊，只是头家佫要甲伊收20块，两个人就气冤家。你若摕无够互我，你现时叫车弄我。人家讲店家佫当伊的面来吊监视器，互伊感觉家己互人当做是贼仔。但上气的是店家呛伊讲，你若是有才调，就袂去摆夜市啊，互伊是火佫较大，摆夜市啊，敢着有毋对？我超偌侪钱20块尔，20块尔，笑死啊！为了10块是可能嘛袂安尼，伊嘛阿沙利啊沙利啊呐。人客嘛有讲要叫警察，店家讲毋免，就是爱伊来酒抓。最后人客等20块就离开，讲袂搁再来啊，而且甲经过铺上网络，为着20块，店家甲人客冤袂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